經成交俾我睇用。好啊，唔該。香港重奪省港杯喺第2回合贏廣東4-2，總比數贏4-3。伍家軒報導。賽前默哀1分鐘，悼念前足總會長霍英東。香港第1回合作客輸0-1，第2回合再受挫折，俾廣東由李志凱頂入。天氣經已凍㗎啦，再被淋多盆冰冷水添。派出奧運隊嘅香港以12碼攀平，林家偉禁區內跌低咗，沈國強射入1-1啊！要贏波絕對唔可以放鬆。嗱，睇下呢球啦。乜咁都得？港隊反先2-1係對方門將張雲圖送嘅，喺足夠時間解圍底下，又要表演上腳搓波，結果咪失波咯。陳少琪收下呢一張入球請帖，玩出禍啦。比賽係不設作客入波嘅，呢個時候總比數2-2，但係港隊又失波，黎智星頂入。教練黎新祥心急啦，唔使急，近5屆香港主場對廣東未曾輸過嘅，加上對方又送禮啦。嗱，咁睇係梁子俊頂入係咪？其實係馮俊賢擺烏龍，港隊領先3-2完半場，總比分係追平3-3。要入嘅波上半場入晒，若果陳文輝90分鐘呢腳遠射入，又或者林家偉嘅罰球射低一啲，港隊就即刻捧杯㗎啦。事實上就係要加時。加時踢到下半場，陣中大港腳之一嘅陳少琪，窩里抽入致勝嘅一球波，成為英雄。佢今場個人第2個入波，協助港隊反勝4-2，總比數亦都反勝4-3。香港奪得第29屆省港杯。無線電視記者伍家軒報導。